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4月7日公司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明仔载就爱上班哦，过道各道上班部分路段的塞车，金门马祖拢因为网务航班受到影响，嘛加开交通准来疏运旅客。高雄市正义市场测试传出民众食轮饼到中毒，卫生局统计有134人就医，各有29人住院治疗，嘛以上减到进班。透早6点外，一个27岁刷一车驾驶伫新北市泰山的新北大道车出去弄到分隔岛，嘛失控弄死一个过路人。来看高雄林雅区正义市场一间个卖轮饼糕的店哦，民众食刷走北送病院到初六，通报人数嘛已经增加到134个人，有29人搁住院在治疗。卫生局嘛已经要求打伤就要停业7天哦，目前是化验检体要来厘清原因，嘛已经移送地检署侦办。另外，伫高雄凤山的南港菜市啊，民众嘛讲买的轮饼哦，伫中昼拜刷要食到臭酸咯。这头家讲应该是保存的方式唔对，应该嘛唔是物件有问题。大头顶悬用白纸写告示，甲人客讲初5开始公休，因为高雄林雅正义市场这搭卖轮饼糕的摊商逼出，有民众食到轮饼糕了后，就开始歹腹肚。那头骨老有人搁送病院，到初6早起9点，卫生局接到的通报人数已经增加到134个人，有29个人走步上严重要住院。卫生局已经采集检体化验，要厘清原因。消保官也提醒，虽望业者无保产品责任险，只要确定原因是摊商的轮饼糕造成的，消费者拢会要求赔偿，因为通报人数愈来愈多，卫生局已经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业者刻意隐匿、拒绝规避吐司、蛋品及肉丝，导致疫情调查判断完整性。本局依《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加重裁罚36万。除了正义市场以外，伫咧凤山5街南港菜市啊，也传出有民众清明去大头买轮饼糕，登去拜拜。中昼拜山要食，煞闻到臭酸气，怀疑业者实在无卫生。这篇大文伫网络引起讨论，不止个当事摊商讲，伊的物件拢是现热煮的，煮好就放冰箱。初5迄天，敢若2个人反映轮饼糕臭酸，而且感官拢是买登去无冰，放到中昼才要食，已经有退钱好因，伊认为这是个人习惯造成的。我有甲讲。你买回去，你就是爱冰在冰箱。你要食的时才摆，你袂使准6点买，你11点才食，迄物件绝对会歹去啊。应该是要冰啊，可是一般要拜拜都不会冰。那如果要长时间放的话，建议还是放在冰箱冷藏保存，因为冰箱温度是4度C。刚好就可以避开7到60度的危险温度。连续2天，高雄拢传出疑似轮饼糕的食安问题。医生强调，轮饼这种食食若无冰，会增高生菌歹去。尤其高雄这阵的天气拢是伫咧20几度，民众一定要注意食食的卫生甲保存方式，避免开钱佮拍歹身体。记者柯家祖、柯超勇高雄场报道。再来看桃园市伫测试信用生活节活动顶头，有一个表演火舞的查某舞者，可能是涂骹澹澹，又有油，无细力又去触到，下半身着火。现场煞拢无人摕拍火器去斗相共拍火抢救。外界即马嘛质疑讲主办单位的应变能力。桃园市文化局是表示讲，这舞者是有送去病院，无介严重哦，已经登去处理休困咯，因会来检讨改善。表演者手提火棍啊，表演特技火演是喷甲真精彩，气氛来到上高点。过来，就有一位女表演者摕着塑胶杆啊，伫涂骹倒一连，准备点火，营造效果。无想到讲后一秒，规人过去同一个时间，手头的火棍啊，卡着一体，一位女表演者转力坐，后壁的棍熊熊着火。演员已经第一时间呢，依照我们的训练流程，就是回到了后台。然后随即进行了降温，还有后续的处置。这个事件就发生在4月7日，桃园市主办的2006年桃园信用生活节发生意外了后，女表演者连咪甲身躯的表演衫脱掉，也随送去病院。未来在各式各样的演出，我们希望主办单位都能够详加的评估演出的环境跟条件并且在现场能够。有充足的这些设备跟紧急应变措施，来保障我们演出者的安全。对此，火舞团嘛发声明表示，因为落雨涂骹澹澹才会骨倒。意外发生的时，演员嘛第一时间退去后台进行降温以及后续的处理。现在经过医生的评估，空喙处理妥当，无需要住院。常常发生意外，加上火舞表演本身就真有危险性，舞者着火节目也互现场的观众看甲流沁汗。记者台下选社桂林桃园报道。
再来看苗栗县地南的环市路一段附近哦，昨中昼一个查甫人举菜刀伫路里乱烧，各6人，警方接到报案，赶紧去抓人。一名邱姓男子持菜刀在路上挥舞，并朝民众追逐，造成民众惊吓，所幸未造成人员受伤。员警获报后立即到达现场，目击民众向警方指认犯嫌还在路上游荡，警方遂上前压制，当场依准先刑犯逮捕，并查扣刀具。警方调附近的监视器发现，讲这穿黑衫的嫌犯是行伫路里，正手提刀啊！虽然有伸手起来，也毋过落尾又搁提出菜刀乌白母，搁了民众，互民众哦是真惊吓。警方抓到这嫌犯嘛，以凶害危害为安全罪该移送地检署侦办咯。再来看，今仔哦是清明连假的落尾一日咯，明仔载就爱上班。马祖因为忙务，南港甲北港机场对早起7点开始，飞行机就暂停起降。台北松山机场哦有真侪旅客是一等航班来恢复正常。昨暗晡嘛因为风头海涌过大，新台马轮停驶，所以今仔下晡2点哦，佮加开去基隆到马祖的台马之车来疏运旅客。清明连假特别结束，去台北松山机场国内山大厅出现真侪旅客，有人着急单候补话费，也有人自己伫看房前等候班机中陪信息。连假最后一日，因为落雨的影响，马祖南港甲北港机场早起暂停起降。台湾飞去金门甲澎湖的航班，也捌因为天气影响改换起飞时间。没有办法顺利起飞的话，因为我们是要去原定是要去厦门玩，有打电话去询问船公司，他是说目前的海象也不好，所以他们的船班目前也是没有办法做起航的动作。9点半的到今晚拢还无决定，爱到10点才会决定要不要飞啊。有旅客表示，原先坐8点航班，准备去金门坐小三通去厦门，想要到伫飞机顶，但1点钟最后由员宣告停飞，只希望飞行机会当赶紧恢复起降。国道部分公路透早就出现北返车条，涉水达大约3公里，高流道实施引导管制，高公桥有高车落，交通量111万8万车公里。国道1号的北向苗栗到湖口路段，国道3号的关西到大溪路段，下午2点后到晚上8点，车流量比较集中。在国道5号的部分，宜兰到坪林路段，目前车流量已经涌现，那请建议各位国务北返的用路人可以提前上路。另外，车辆早起新台马轮为马祖南港福澳港前往基隆船帮也有成为航港局表示，离港时间延后到早起10点半开航，协助疏运旅客。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今仔透早6点外哦，新北市的泰山发生死亡车祸，一个27岁沙石车的驾驶，车伫新北大道向哦出去弄到分隔岛，规台车佮冲出去，伫路口去弄到一个过路人，甲一个工地保全，这个过路人是当场死亡。初步检测哦，这个驾驶无食毒嘛无食酒，意外发生的原因搁会调查。沙石车突然失控，弄海飞离冲入工地内，大量消防用水一直向顶面冒出来，突然的浪击更加造成一死一伤。我们的到所的人员，但是我们只知道额头有受伤。还是放弃了，主任打电话叫我过来了，撞到认识路的。除了工地的值班女保全风扫着有刺伤，已经先就医治疗。迄当时路口也有一个过路人，遭到激烈冲撞，当场失去生命现象。不是那个施工厂商的包装，不是，纯粹它就是过路，把路口号志杆、路灯还有消防栓都撞坏了哈，所以那个自来水现在修好了。警方管制交通，为封锁线戒备，也毋过为扫索围篱，消防栓拢受损，现场如惨惨。死亡车祸就伫新北市泰山车站透早6点外，一台沙石车经过新北大道6段，弄到内边分隔岛所来向外偏移，弄伫路边的稳雅圳中华区工地。大华凹甘蔗无多控制啊！野树的27岁姓郭查甫人，为桃园市龟山开往台北市北投的途中出代志，经过警方初步检验，无验出涉嫌酒驾还是毒驾。伊辩讲车辆批燃了后，规台车后甘蔗就失去控制，也毋过详细原因有待后续厘清。警方有计调向涉嫌过失致死等罪嫌侦办。记者综合报道。再来关心天气哦，气象署讲，今仔跟明仔载因为锋面的影响，中部以北会落阵雨，也是雷公雨。明仔载雨会阁愈大哦，爱到拜四天气才会较稳定。气象署嘛提醒讲，这2天哦，金门马祖的雾会真大，所以往来离岛的民众就爱确认班机的资讯。 记者综合报道。
年假伫要结束啊，不过雨煞妖弯落袂停。气象署讲，拜二受到风变的影响，中部以北会出现短暂阵雨，也是雷公雨，部分地区的雨会落较粗。尤其拜二是这礼拜雨落上粗的一天，气象署提醒西到北部地区就要注意大雨甲雷公雨。中部以北地区天气都是比较不稳定的，比较容易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的情形，甚至在北部地区明天可能会有局部大雨。中部地区明天也有可能会有局部较大雨势。气象署指出，一直到拜三，东部季风减少，雨才会渐渐减少。不过东半部有关系会落雨，那西半部是一份好天。气象署嘛讲，一直到拜四，各地头天气才会转好，西高气温会回升，高温有到28度到30度左右。主要在周四之后，天气是比较稳定，大致上是多云到晴为主的天气。那除此之外，在周二上午之前，在金门地区是比较容易会起雾的，包括马祖今天夜里也是有可能起雾的状况所以如果要往返金门马祖的朋友，也要留意航班资讯。气象署嘛提醒拜一马祖大不时，甲金门拜一暗到拜二有低云也是较大雾的状况，会影响线线。要去离岛的旅客就要注意航班的消息。记者郭金阳、王志光台北报道。前面连假雨是落袂停水利署表示讲，这几天全台湾的水库增加1.5吨的水量，有小可来消透欠水的压力。新竹苗栗佮台中的水库是拢增加袂少，也毋过南部，亲像白河水库佮潭文水库，同款佮是红色警戒。水利署嘛表示讲，民生用水佮农业用水暂时是毋免烦恼，也毋过嘛呼吁大家要爱省水。受到风面的影响，清明连假期间，真侪所在直直落雨，嘛互全台湾水库增加1.51吨的水量，为了消透寒人欠雨水的压力。水利署指出，新竹、苗栗含台中雨水量有到100毫米至300毫米，这几天以中北部的水库入水上济。其中伫宝山甲宝山第二水库，就是伫新店伊是有增加1161万吨的水。伫苗栗的永和山水库，然后增加1266万吨的水；鯉鱼潭水库增加3800万吨的水，所以这个是对水库诶这个蓄水量也欠水的量是拢有增加。也毋过，以台湾水库即时水情变大的资讯来看，像台南的白河水库贴水量15.6%，潭文水库嘛才22%，拢是红色警戒。水利署表示，南部水位虽然无增加偌济，也毋过潭文水库、乌山头水库甲南化水库拢较大粒，所以民生用水甲农业用水是毋免烦恼的。因为咱南部像台南地区，主要是食这乌山头、潭文甲南化水库这3粒水库的水因这3粒水库的特色就是足大粒啦，伊的蓄水量是有够，而且嘛有够咱地基座的这用水。针对网络谣传讲连假苗栗落大雨是人工情雨所引起的，水利署驳回讲人工情雨袂伫咧落大雨的时阵来做，这是无影无迹的代志。若以目前水库的水量来看，水利署表示拍算会当挡到6月底以前未分区限水，也毋过民众用水有关时爱准则。记者卢尚珠、郑俊佑台北报道。中东的冲突阁会继续，行政院伫中岛开记者会，针对稳定无价，行政院嘛强调讲，已经有要求经济部协调中油阁台塑，得来稳定来生产原物料。交通部嘛依照规定来启动航空用油的补助，以国内航线为主。经济部嘛表示讲，经过电价审议会决议，油价佮电价暂时袂阁起价。首先，在平稳价格的方面，在电价审议委员会已经决议在4月份跟9月份的电价是不会调涨。另外，在汽柴油的部分呢，本周也不会调涨。在这个桶装瓦斯还有民生用的天然气，这4月份也不调涨。农业部对于肥料以及农渔用油依现在的规定来进行各项安定农渔民的措施，交通部也依照现行规定启动针对航空用油的补助。另外，为避免市场出现不法囤积以及哄抬的情形，院长指示以联合稽查先行方式来吓阻。经济部表示讲，有半点4月份到6月份天然气甲原油会当来维持安全的供应量。另外，民众关心的塑胶袋仔，虽然原料是自2月就开始起价，塑胶袋仔嘛都会起也毋过中油4月是有增加塑胶粒仔的产量，嘛拍算讲会当来增加5000吨的塑胶袋仔的产量。
再来看国民党的主席郑丽文，明仔载就要出发去中国访问咯。按算初十会甲中共的总书记习近平来见面。有媒体指出讲，即届所有行程拢是中国安排，佫是坐上海航空的班机。有官员就批评讲，这无对等的尊严。也毋过，国民党的副主席张英江是强调讲，即届的规格甲2005年连误会是完全共款咯。民进党立委吴思瑶嘛呼吁郑丽文，就爱要求中国停止对台湾的军事威胁。因为这里够和平，我们才能安心躺平。国民党发布 AI 宣传影片主打有和平才当倒病，和平上大。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访问中国进前，用影片发声。即摆郑丽文访问中国有了初十，第10回登场，也是隔10年国共领袖再次会面，也过受邀的规格和外界接机。2005年连战主席的和平之旅，胡锦涛总书记发出邀请，那这一次对郑主席的邀请，同样引用了这样的模式，所以连主席的邀请跟对郑主席的邀请是完全合乎对等和尊严。刘英江强调，郑丽文受邀规格，甲2005年联合会共款，符合对等尊严。郑丽文伫行程接受美国媒体 NBC 专访，特别提起两华关系甲对美关系并毋是二选一，除了要推动两华和平降低冲突风险，也强调支持甲美国军事合作。也毋过，民进党立委吴思瑶指责郑丽文访问中国拢是由中国一手主导，是成失败，有害台湾人民检检。攸关台湾的主权、独立、内政跟国际空间，他都不敢为台湾说一句话。那么当然，这就是失败的习政会。国安官员强调，中国监视停止军事威胁、国际打压、甲释放扣押的台湾宗教人士，会是检视第10回的3指标。那郑丽文访问中国，方质疑可能到底统制限制。中国统制部初5伫陕西举办2026清明公祭献元皇帝典礼，也邀请前国民党代理主席林正哲出席，引起关注。汉清永继，宝岛光复，归心切切，统一大事，断不容读。清明祭祖的习俗和皇帝传说根本一点关系都没有。可是中共在2004年开始，把在清明祭皇帝当成重要的统战活动，把清明节染上了政治色彩。刘委会强调，清明节制作的红烧金菇肠甲皇帝神话拢无关系。中共将清明节染上政治色彩，是一贯的统战手法，台湾民众未有兴趣。记者综合报道。该看咱海军年度的远洋训练，敦睦舰队今年是有3只的军舰执行航程较远的大敦睦，伫台湾时间初4的早起已经通过巴拿马运河。这嘛是让8天后，军睦舰队搁再通过巴拿马运河。按算讲，后一站会到咱国中美洲友邦贝里斯。巴拿马运河监控点影机，当地时间初3暗时，翕到5国敦睦舰队3只军舰小连续通过运河的画面，会当看到海军的官兵徛伫咧甲板，看岸顶咧作业。这嘛是让了8天，敦睦舰队搁一届通过巴拿马运河。过去敦睦舰队捌伫2003年，也搁有2018年2摆通过巴拿马运河。军本社完整记录，咱的军舰入去船门了后，透过水道、灌水、甲漏水的方式升降，顺利入去加入碧海过程。这届敦睦舰队执行的是航程较远的航次，或者是大敦睦，由空定级巡航舰德化舰、新攻击巡航舰甲飞舰，也搁有弹补给舰潘少舰组成的。参与的官兵差不多840人，2月底出航，6月中旬会返来台湾，估计航行差不多112天。3月初10，敦睦舰队就到第1站太平洋友邦马绍尼共和国，刷落来就要去中美洲的友邦贝里斯。川普第2任期上任之后，要求巴拿马重新管理这个运河的事宜，避免中共借由运河来掌握各国的这个海上运输的这个枢纽。远航训练可以同时让舰队的指挥官以及舰上的官兵熟悉远洋的航行，那对于后勤补给以及应对各种海象的变化都具有战术训练的意义。专家讲，敦睦舰队今年通过巴拿马运河，有外交也有地缘政治连结的意义，卖当向国际展示咱的海军具备跨海洋航行甲完整的实力。记者综合报道。
国际新闻来看，美国总统川普搁再发声讲，要互伊朗最后的期限，伫拜日之前，就爱随开放荷姆兹海峡。川普嘛伫社群平台搁呛讲，伊朗若拒绝，美国会甲伊朗的基础设施炸到亲像人间地狱。也毋过，伊朗除了公开回呛美国，嘛搁继续针对以色列、搁科威特等波斯湾的国家来发动空袭。对以色列北部的大城市海法传出来的上新的画面显示，救援人员当伫咧互飞弹标着的大楼当中，找敢有人活咧。外电报道指出，这场攻击造成真侪人受伤，原因是伊朗的一粒飞弹突破以色列的反飞弹防空网，拍到这栋大楼。以色列也当咧调查防空网失效的原因。就伫以色列防攻击的时，美国总统川普伫社群刊文表示，伊朗爱伫美东时间初7暗时8点之前停止封锁荷姆兹海峡，若无要甲伊朗的发电厂等等的基础设施变甲那亲像人间地狱。这是川普至少第4届对伊朗提出开放海峡的最后期限。签开始是3月21日48点钟内，了后就一直延迟。另外，川普伫答问当中，佮用甲人交的话。对此，伊朗除了呛美军若空袭发电厂会发动报复，也公开考试美国讲会到做袂到。به نظر میرسه که ترامپ به یک پدیده‌ای تبدیل شده است که نه ایرانی‌ها، امریکایی‌ها هم قدرت تحلیلش این شخصیت رو ندارند و راجع به بحث تنگه برای جهانیان باز هست ولی برای دشمنان ایران بسته. 总部设伫比利时布鲁塞尔，由金融业的头人，甲川普拍不博的索罗斯资助成立的国际危机组织 ICG 分析师也有相同的看法。He also seems pretty furious because of the fact that this war now in its 6th week has not been as clean and easy as he expected to begin with. And this is a war that started as a war of choice, but now has turned into a war of necessity because without reopening the Strait of Hormuz, this critical choke point, there is no way the president can frame this as a win. And because the Iranians are not capitulating, his frustration seems to be building up to a level that he is lashing out rhetorically. 分析师指出，这种战事拖愈久，是对各方拢不利，无论是对伊朗、美国，还是其他国家，拢是安尼。公司新闻齐家人平益。美军一台 F-15E 战斗机初3伫伊朗的境内轰拍落来，有2个飞行员，其中1个随风救出来。美国总统川普当时宣布讲，这项特别任务已经救出另外1个飞行员咯。也毋过，伊朗方面是表示讲，伫美军救人的行动中，伊朗又搁拍落来4台美国的军机。美军一只 F-15E 战机甲 A-10攻击机初3去互伊朗的军队拍落来，有3个飞官弹射逃生，其中2个飞官成功救掉了后，另外1个下落不明的 F-15E 飞官也已经伫初4暗时成功获救掉。美国总统川普初5时阵发文证实讲，已经救到伫伊朗空中轰拍落来 F-15E 战机飞官，佮讲美军伫这几点钟内成功执行有史以来上好大的搜救任务。因为这个飞官是一个真受尊敬的上校，即马平安无代志。美国表示讲，伫搜救的过程当中，因为无法度顺利起飞，被迫毁掉2只运输机。也毋过，伊朗革命卫队初5时阵，煞讲伫美国搜救的行动期间，伊朗佮透过电子战，甲4只美国的军机拍落来，佮考试美军已经落入战争的蓝马地。مایه نظامی ترابری C-130و 2 فروند بالگرد بلک‌ها که ارتش آمریکا 伫伊朗媒体公布的画面当中，翕到大量飞行机的碎片。路透社讲无法度证实这画面是虾米时阵翕的。毋过，根据军事专家指出，对普罗佩拉研判应该是美军 C-130运输机甲美军的直升机。专家指出，美军即间的搜救行动是战斗搜救任务，简称 CSAR， 派出特种部队入去伊朗来抢人。嘛有一大堆伊朗的民兵世界伫咧找即个美军飞官下落，因为即个飞官敢若靠一支枪伫山壁立棚当中，用加密信号来讨救兵，经过超过24点钟等待救援。过程当中，还有美国中情局 CIA 放出假消息来欺骗敌人。专家指出，像伊朗即间的行动，至少需要24个空降搜救员坐乌鹰直升机去敲找即个区域，而且成功的几率是真低。美国前海军陆战队的队员嘛表示讲，就算即间搜救行动会当鼓励士气，毋过无法度确保袂阁发生损失军机的情形。I think it's going to be a morale boost, but then again, those military operations are going to be ongoing. So
we may find disappointment right around the corner in terms of casualties or more aircraft being shot down. 在伊朗的首都德黑兰已经有菜拍了美国军机的大型空棒。因为以色列的总理纳坦雅胡初五时阵是特别用英语伫咧记者会当中恭喜美军即间的搜救行动。不过，军事专家认为，美军小连续伫伊朗的战争当中损失军机，显示美军无掌握伫咧伊朗空中的完整制空权，恐惊是爱准备搁较侪防空的资源，才会当发动地面的攻势。另外一方面，川普伫咧发文当中也预告讲，要伫美国时间初六的下晡1点，伫白宫甲军事高层做伙召开记者会。公新闻景完琴编译。高下地中海传出移民的船舰，一台载上100个人的船，伫利比亚的出海区冰船，虽然有32个人获救出来，也毋过阁有70多人失踪。因为即马各国拢加强边境的封锁，所以非法移民选择这条较危险的航线，船难的比例嘛愈来愈悬，这嘛引起国际组织的关心。根据国际救援组织的通报，这只载105人的船4月初4下晡为利比亚出发，驶伫利比亚管辖的搜救区内冰船，空气画面通看到，伫应真大的大海里，几个受困者甲摒弃的感觉色船起条条，等台边的商船过去救。目前确认有2人罹难，虽然伫货船的协助下救32个生还者回来，佮甲送去意大利的南部杜萨岛，不过另外70多人是生是死也毋知影。除了地中海大西洋航线嘛传出救援行动，西班牙加纳利昆岛海峡初时成功救到47个移民，不过伫核心的地中海地区危险程度是愈来愈悬。2026年以来，为北非出发的移民死亡率已经为过去的2%增加到6%，这代表每100人出海就有6个人无法度到目的地。今年到达就有超过683人伫这片海峡失去性命或者是失踪，是自2014年以来上惨烈的数据。回顾2023年，地中海有超过3000人罹难。国际救援组织批评，这出悲剧是欧洲各国政府拒绝提供合法路径的效果，因为各国加强边境封锁，致使人蛇集团选择较远、风险较悬的叶片航线。另外，救援组织嘛指控意大利、突尼西亚加马尼他等国为了减少移民日期，采取所谓“政策”，系统性削减海难资讯，延误搜救时间。设备疗效的船加上极端气候的影响，让这条求生之路每手成做漫长深坑。公司新闻郑伟仁编译。过来消息，过来看这件话，已经是咱台湾的国安危机咯。内政部上新的统计，台湾去年的总生育率只有0.695，一个女性平均生不到0.7个囡仔，是全球上低。如果到2065年，咱台湾的人口恐惊只剩一半，无到1200万人。婚育国安危机真严重。根据内政部上线数据，台湾去年总生育率干达剩0.695人，对比前年的0.885人，是有统计以来榜上最一档。另外，代表新生儿领先指标的结婚对数干达10万通嘛创下新高。可能会就是因为金钱问题就不想要生小孩，结婚的话，他们可能会有可能啦，应该会等自己一切稳定之后才要规划这些东西。像我们家，我们就没有打算要买房子，我们现在就是租房。如果要买房的话，经济负担就相对的更重，就会比较没有办法让小朋友有比较好的一些教育或生活。台湾总生育率帮减超过预期，国发会预计8月发布上新人口推估，按采用超低生育率模型，那用去年总生育率0.695人推算，前一届推估2070年台湾的人口会剩一半，不过上新的推估数据会提早5档，也就是2065年就会来到1200万人的关口。民团建议应该拟定短期甲长期的计划来运用。短期来讲的话，我们团体最建议的方法是推动友善职场，包括现在劳动部今年推出的育婴假以日为单位就可以申请，还有台北市蒋万安市长推出的减少1小时工时有薪资补贴，友善职场对于已经生育的家庭多生一胎可能会有一点点帮助。王兆庆嘛激励登记政策部分未来修法，通参考西欧国家的经验。修法建立登记判例制度，法律保障判例权利，不过无建立姻亲关系。基因想要生囝，不过无想要进入传统家庭结构的族群。记者综合报道。
来看当年林家血案发生的地点是即卖义工教会哦，已经申请成做转型正义的地点，昨正式挂牌了。总统赖清德伫出席致辞的时表示讲，这是咱国家勇敢面对历史、加上听记号条、深化民主重要的时刻。请揭牌。报旧来1980年林提血案司法地就ใน义工教会外口加一地具转型正义意涵场址的纪念牌，因为义工教会去年依据国家人权博物馆的作业要点来申请设置，经过文化部审定了后，加税民间自主申请的头一例。是我们勉强用这个方式来，不能再拖延这个对于这个不义遗址这样一个定义，希望它是一个开始。文化部长李元介说，向正义所提出的不义遗址保存条例草案，依原地立法院无审查通过，正的新加义工教会列水转型正义的场址。也来其实义工教会也北向台北市文化局申请加税市定的书籍，不过被认为无适合，遭到驳回。我也期望说，这个牌子挂上去的同时，我们还是继续努力的来诉说这边的历史，然后甚至是鼓励其他人去认识台湾各地维权地方受害的这些遗址。当然，他没有来是比较可惜一点，但我觉得对他来讲，更重要的目的是说，是让大家了解义光教会的历史。对于林义勇甲厝内底人拢无参加献牌典礼，义工教会牧师讲，林义勇的身体、精神状况拢真好。因为即阵已经甲教会交予教育来管理，也赖总统致辞是讲，保存历史现场以外，就也是国家勇敢面对历史，加上听记条例深化民主的重要时刻。现在各有人咧讲，只要面对维权妥协，就会当唔免强化国防，甚至认为只要甲维权者握手、交流、妥协、放弃主权，就会当换来和平。咱最好的防卫，就是清楚的历史，共同的记忆。呼吁经过历史真相，继续来营造祝福台湾民主的力量。赖总统更加强调，真正和平不是向维权屈服，也是妥协。伊由国民党主席邓丽文要伫7/7到中国访问，有可能甲习近平进行电视会。赖总统这话也特别互人联想。记者综合报道。该看昨早起哦，高雄的前金区停电，有一个富人人可能是烦恼讲90岁爸爸卫生的器材会受到影响，所以情绪失控，提物件等待电的工程车，佮对警察配喙烂哦。警方嘛以妨害公务罪甲伊上班咯。台电人员耐心咧甲富人人解说抢修的过程，不过富人人却是形象失控，手举家私就来讲台电的工程车。搞厉害啦！现场的人员拢看一个工器，刷紧报案来处理。迄当阵伫吊白边啊，抑阁有当人伫咧作业，处境是真危险。其实他刚刚这样很危险，因为我在这个操作，我们上面有人，我知道，动到操作杆会打到我上面的人。高雄市的前金区初五透早7点外，因为变压器故障，地区大约有1000户暂时失电。51岁姓赵的富人人，咱像是烦恼处理老爸咧使用卫生器材，因为失电影响到生命安全。那甲现场的人员去救婚，甚至警察来阻挡，去甲因配喙烂。其嫌不仅不听劝阻，更变本加厉阻碍公务，甚至公然对员警脸部吐口水。面对这种挑衅公权力的行为，员警当机立断，采取强制作为。当场将人制服压制。因为事故的地点伫咧传统市场内底，工程车要驶入去，定位作业的难度拢有较悬。台电表示，第一时间已经调派发电机到场来支援，希望会当降低失电的影响。因过对方的情绪也是真失控。专案审后是依照妨害公务甲毁损的罪嫌，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当下已紧急请其通报119，并同步调派发电机至现场协助。发电机亦于上午9时25分送达供其使用，确保医疗需求不中断。伫咧早起10点48分左右，已经甲变压器拢换好势，全部恢复供电。这件事件拢总造成2架台电的工程车玻璃喙齿吊臂受损，台电嘛真无奈。这个负责人一时冲动去干扰到现场的作业，会得个为家己的行为来付出法律的代价。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苗栗县32一架观光巴士哦，昨下晡伫32个市区去弄到路边的车，佮绕跑，互一台空车的救护车看到，甲车炸落来去报案。巴士的驾驶哦是有食酒，嘛已经互伊上罚班。这台巴士驶伫咧大道，一路摇摇摆摆，佮弄到路边的车辆，对伫咧后边的救护车看到，赶紧趁红灯的时阵去甲炸落来。然后一路那个要在上停下来，然后他撞到你有身体不舒服吗？
驾驶虽然看到警消，毋过人安尼戆神戆神，无法度应话，酒测值高达1.44。代志发生伫咧初五下晡，这台观光巴士经过苗栗市区的时阵，姓陈的驾驶食酒塞车，规路偏来偏去，伫咧火车头头前的第13线，为路边的车辆甲挤落，互这台车是损断甲真严重。若姓陈的驾驶无停车，佮继续向前开，去互直行结束的救护车炸落来。摇摆不定且碰撞路边停车后肇事逃逸，3191于前方路口红绿灯拦停肇事车辆后报警处理。因远警赶赴台山县与八股路口时，该车已由后方跟随至消防队救护车拦停，所幸该车上无乘客，亦未造成他人受伤。警方甲驾驶依照公共危险，也有肇事人工罪移送法办。伫苗栗3期的观光巴士是乡公所外包业者经营的，早起甲下晡拢有2班车自3期火车头出发，经过盛兴火车头、龙亭断桥，也有木条街等等的景点去载人客。公所讲，迄当阵咧，这个驾驶并唔是上班的时间，伊是食酒了后，家己甲车开出去。是司机个人保管，他昨天是我有问了他们的对我们工程的对接的，他是昨天是没班，没有排班，他自己跑出来。这个司机都不用讲了，一定被开除的。公所讲，得标的业者管理有疏忽，会开会来讨论，刷咧会甲开发。因为即马驾驶是真欠，所以暂时未甲因解约。后续会好好要求业者加强对人员的管理，莫阁互这款代志发生。记者综合报道。屏东恒春的红茶溪渔港昨下晡有一家伙仔伫岸边咧看海龟，翁仔某2个人是无细力触到，险啊落去海里。67岁太太骹去拐着送病院。附近有民众讲这个所在是正骨，伫几当前嘛捌有几台车9个人拢处理去海里，所以真正着爱特别细力。画面中的查甫人骨倒，边仔2个人要过去关心，结果穿咖啡色衫的负责人嘛无细意去处倒。家属赶紧发其他厝内的人过来斗相共，过落去就是海水，大家赶紧甲负责人刷卡起来，因为负责人无法度家己徛嘛爬袂起来，家属就敲电话通报消防协助。我想去看海看到底下。没有要看海龟啊，说是有海龟啊。后来看到海龟了。没有啊，没看到。这边有海龟哦。有啊，我今天就是有来看过啊。消防人员赶到现场，足细意甲受伤的负责人扛起冷叫，虽然无生命危险，不过会当看到负责人的脚歪歪，送病院检查倒脚肉骨折。代志发生伫初五下晡2点外，一家伙仔到恒春红茶溪渔港佚佗，因为渔港内底定定会当看到海龟咧游，为着挖金观赏，67岁的负责人和因翁家伫迄阵上花的厝家踏着青池，2人前后出倒。有的来看要看海龟，最近这边很多海龟。这个红柴跟渔港这边，因为它这边有出坪嘛。就一个斜坡，然后那个靠近水河旁边那个有一点潮间带那个海水会滑，那个板子会滑，所以就滑倒了。附近居民讲，这搭厝家因为会浸着海水，交接的所在拢会生青池，有的民众若无注意，就会去骨倒。2019年就捌有箱仔车停无好势，规台车9个人出去海里的情形。相关单位提醒，渔港厝家所在较危险，民众唔通进入，避免发生跋倒甚至落海意外。记者柯炳哲，屏东报道。一般的反射镜是设伫巷仔口，要互驾驶会当看清楚路况，减少车祸。也毋过伫台南市的中西区有一栋透天厝的外墙1楼到4楼刷挂几排的反射镜。也毋过工务局嘛表示讲，这是私人的厝无统出，所以嘛无违法。另外，台南某里长要伫巷仔口来设反射镜，也毋过民众说嫌讲会影响到风水哦。里长是甲镜设计做日头花模样，才顺利挂起。伫路口行入巷仔内，远远地当看到规排的反射镜，行到近的详细看，这是一栋透天厝的建筑物外边，对下面算起嚟，拢总有10个大型的反射镜。规个台湾省看头，这嘛算头一个这个装置啦，设计啦吼。但是我想应该是原则上也是因为对方的病道如果这个部分如果这厝这空地厝起起了，应该就这个问题应该就改善。工务局判定是私人的建物，目前无违反相关法规。建筑物外墙设置反光镜，只要不突出于道路边界线及所谓建筑线，并无违反
进入法规定。另外嘛，引起讨论的反射镜是伫南区中华南路一段77巷口，遮因过定发生车祸，本着要设反射镜，在个住户对风水真敏感，无愿意讲找你去厝内。住户是觉得说，因为反光镜照射到他的住家，他心里会不舒服。交通局没有办法来装设，那后续里长我们自己去做了这个小型的，然后跟住户去做沟通，所以他们看了之后可以去接受。后来在个力量变巧，甲反射镜设计成日头花样式，佮加装发光的灯条，打造的刷叮当的小型反射镜，成功化解风水甲安全之间的冲突。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为着要宣传交通安全哦，台北市政府打造一座交通公园，用1:1来模拟道路的环境，佮停一台巴士哦，要互民众实际来了解什么是大车驾驶哦看袂到的角度。望各位当来加强民众的安全观念，那么做伙来了解。到南投师专校园，亲身行来巴士边啊，目睭看无啥会着的所在，涂骹这份红色的色地，都是大车的司机伫咧驶时阵，较歹伫第一时间透过目睭面啊看到的区域，嘛代表市区内底的人车停等的时阵，袂当伤挖过去。来看左边，这里有毛车。囡仔的双手举起来，队伍是正细致通过斑马线，这座结合1:1真实比例的车道环境，和互动式教学设计交通公园才拄起好，民众会当直接感受到真实的车路场景，真侪家长拢感觉这对囡仔的道安知识将有帮助。如果能够带小朋友，就是实际上这样子走的话，让他认识斑马线啊，然后跟公车停等的话，我觉得应该蛮不错的。这个还不错啊，比较新的设计概念。台北市交通局表示讲，这座拟真车道环境的交通公园，希望透过宣导体验来实现人本交通对细汉拍基础的理念。园区的焦点之一，就是这个客运业者管的大巴士，会当亲身体验大型车看无啥会到的所在和内轮差。蓝色的一个彩绘的一个标线，那这个其实是表现出内轮差。转弯的时候，它前车轮、后车轮，其实它就是会有行进上面造成这样子有一个偏差的空间。实际的环境的体验，让他们可以从中学习到正确的、安全的一个交通观念。车路安全，大家拢有责任。各地政府透过设施的设置和宣导这多元措施，都是希望大家过路人拢会当放心出门，平安回去厝。记者综合报道。来看美国太空总署的阿提米斯2号探月任务已经成功传回月球的相片哦。也毋过，这座任务的头一日，4个太空人都拄到真侪问题，包括通信断去、电子批传袂出去，向变速的马桶哦嘛故障。咱来看太空人是安怎来处理这个问题。成功建立地球轨道的阿提米斯2号任务才拄开始，4个太空人就拄到问题，亲像通信断去、电子邮件传袂出去，其中变速派去互太空人头毛咧烧。We're ready for you to attempt reactivation of toilet by removing the urine hose from the cradle. Please allow it to run for 1 minute, and then if that's joy, you can deactivate toilet and give us a call. Copy, and understand I'm not putting the water in the funnel this time. Correct. Not yet. Not for this time. In work. 任务专家科依照指示，定甲变速内底气条风扇开开。太空船的变速使用软管，也有收纳桶收这个流甲大边。伫微动力之下，气流甲废气不吸走。太空人爱用骹骨固定的装置甲扶手，甲身体固定掉咧。太空船的定期甲流排入太空，也那大边是装伫地下内底带转来地球。变速恢复正常，太空人才较放心来。I'm proud to call myself the space plumber. I like to say that it is probably the most important piece of equipment on board. 阿提米斯2号射地球25点钟了后，伫台湾时间初3顺利点到引擎。这项叫做地基转移轨道喷射 TLI 动作，必须伫正确时间甲位置来启动，将法度确保太空船正确航向月球。这段为期10天的航程，会测试太空船来回地球甲月球的性能，并且观测月球后面甲南极。NASA 伫过54年了后，搁再启动载人射月球的任务。太空人也真懊恼所看到的地球美景。You can see the entire globe from pole to pole. You can see Africa, Europe, and if you looked really close, you could see the northern lights. It was the most spectacular moment, and it paused all 4 of us in our tracks. 公视新闻，张淑芬编译。柬埔寨因为几10冬的战乱、地雷的问题，到今阁还未解决。当地为特别纪念一只捌骗过上100粒地雷阁未爆弹的扫雷器马家娃，专工为这只扫雷器来做一个雕像，最近落成了，咱做伙来看卖。
有开红布，雕像见光，不过被纪念的不是人，是一只叫做马加瓦的非洲古鼠。伊服役的5年期间，成功骗到超过100粒的地雷甲微波弹，协助清理大约14万平方公尺的土地，让民众会当安心生活。也是非政府组织按照卫普扫地雷的组织 APOPO 所训练出来上有代表性的其中一只清地雷的鸟鼠。And what we decided to do to commemorate for Magawa, we made the statue, and we decided to launch it on the eve of International Mines Awareness Day, which is tomorrow on the 4th of April. 这种鸟鼠鼻仔真大，伫地雷区来来去去，精准分别爆炸物的化学气味，快速定位地雷伫倒位，毋但大大降低人员伤亡的风险，也互清地雷的效率变甲真好。马加瓦的雕像胸坎有挂奖牌，身躯顶是任务攀的带，除了代表伊的贡献，也提醒国际社会，柬埔寨经过数十年的战乱，留落来的地雷的问题，到今也未完全解除警报。Cambodia now has a target date of 2030 to become mine-free, and Apopo is, as long as we have donor funding and support, we will stay in Cambodia as long as we can and support the CMA and CMAC and the government until the job's finished. 马加瓦2021年退休，伫过当年过身。伫柬埔寨，鸟鼠嘛会当变做英雄。虽然马加瓦已经奉献伊的一生结束任务，不过伊的战友犹原伫前线咧打拼。因的目标是柬埔寨会当伫2030年甲地雷拢清了。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伫国外这假期哦，瑞士一间真出名的巧克力公司，一台载大约800万台票商品的货车，伫意大利规台车红头砍走。厂商是发文警告讲，因透过产品的配合，是会当来追踪到每一块巧克力。象征春天和新生命，予偌济土仔，阁有代替各种彩色鸡卵的两型巧克力，已经伫超市开始卖咯。不过欧洲所发生一件真怪奇的车办，一只载12吨、有413793条甲 F1 一级方程式赛车联名的特别版出走机卡违法巧克力货车，为意大利的仓库出发，预计中途伫真济个分送，最后到波兰。不过煞伫运送当中，规只卡车连巧克力做伙消失，到今都还未找到。不过出走是还未透露正确失踪地点。根据了解，这批予人偷客去的机卡巧克力总价是来到188437英镑，差不多是新台票800万块。嘛，因为数量伤过大，厂商起甲铺文警告，执法单位拢会当透过配合追踪到每一条予人偷客去的巧克力。镜头转向英国巧克力品牌吉比利，伫偌济前一暝推出55公斤的巧克力卵，制作的构想是对一款伫偌济才会推出的迷你巧克力卵。This is our mini egg. This is very popular at Easter. So this is filled with milk chocolate on the inside, and it's got a crisp outside. It's 3 feet tall, and it is the world's largest mini egg. 英国能源甲气候情报局的资料显示，今年伫英国巧克力起草起17.5%，这甲巧克力原料可可亚有关系。2023年，可可亚因为极端气候的关系，害西非产地可汗称降温，佮加上病毒、白虫害影响，予产量严重减少，价销小降，为原本1吨2000到2600美金，到2024年的上悬点1吨来到11878美金。今年予偌济巧克力价销恐惊是无通外俗，可能甲前年这差不多，也是搁较悬色看，因为这批巧克力原料可可亚是几个月前介绍当悬的时采购的。公司新闻沈乐培编译。下半半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3度，上悬27度。中部地区上低26度，上悬29度；南部地区上低27度，上悬30度；东部地区上低24度，上悬29度；外岛地区上低20度，上悬28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记台》播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播3点，咱再会。